去到你顺风的是动品种嘞。好高你有180我已经吗开？始蹲啦。对，因为配合他，对不对？信上哎，好，不玩了，不玩了哦。信上好，要比低的是不是？好了，好了。红玲，你还没动摇啊？哦，不要当茶班嘛，当茶班，我在有在标哦，有这边哈。你会讲呀，系嘛？面包问他。講啊嘛，講嘅啊，阮記啊，講啊嘛，講嘅嘛。这个虾子，它走的你母哦，哪里有虾子啊？蝦子在哪裡啊？螃蟹出来啊！懂生意哦，懂得出貨啦嘛。 2300萬的觀眾嚟你要看哦。凍加個，凍加個，凍加個，凍加個。哦，稍等，就波拉的，就波拉的。 Hello，各位天視機前面嘅觀眾朋友，大家好。還有所有現場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蘇坤，一家之主，我係民族。宋寶強。今日同歡喜呢，真係來到桃園呀，特別桃園咪當到好朋友啊，從阿順風呢，都就是桃園的好朋友。嘿，唔單止安樣哦，根本呢個來賓哦，全係按到後生嘅，差不多全係30歲以下啦，看起來啦。 30歲以下是後生人，那我算什麼？你是幼掉台嘅後生嘅。根本你好基本嚴格來說，看你們跳的講的話，還有來現行的主持，誰來？哎呦，誰來主持你？這就誰來聽聽？是由誰來聽聽？對對，大家都分清楚。唔過呢，先分享到今日評審現場，之前來分享到嘅係錢玉鳳錢師傅。大家好，我係鳳嘅，大家好。你好，好。咋個來吼？李志亮李師傅。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資料。阿亮哥好。馬上呢，就來分享到鳳吹嘅係表兄弟嘅來自平鎮嘅嘉靖韓家紅玲。歡迎。 來看一下，咱最近分享到係來自兩探嘅表姐弟哦，李善玲老李慧倫。大家好，歡迎。哎呀，好了，哎，今天這個高顏值啊，哈。哎，你說我的部分。誰想取代張國謙？卡球。打這就。誰先舉手，我先宰誰。哎，偉倫。同隊的。可以耶，可以。訓購的部分做對啦。前頭睇下來小記行喺那邊紅林。 各位觀眾朋友已經看見動面山啦，吼！人喺節目很多嘛該？個節目很多嗨客斯，你沒有錄到不會有啊節目客家天使團沒有？有沒有什麼 slogan？slogan 哦，客冇冇呢？行東行下，係老散發。移動親切啊，看嘅節目吼，都老嘅阿公阿婆啊，大洲一片，動方言的，啊會煮菜嘛？做菜哦，愛好食啦，煮菜愛他唔跳，好食就會煮啦，吼！先來老太講一下，平鎮嘅道邊有嘛小嘅好高好料好食咧？好，啲附近嘅有間動有名嘅，按到王府慶，吼，佢係呢個百年老藥店啦，啊，佢起到誒1935年了哈，其實佢王府慶吼，佢嘅主管有冇就係呢啲桃園附近嘅中藥啦。冇想到啊！你看花樣店做完就變到菜體嘅一個特色咧。哦，因為兩灘嘅凍河嘅素菜，因為好食好料嘅素菜做了大家講嘛。好，大家上到龍潭吼，去拜託，咁啊上到龍潭嘅散行老街。唔過呢，最近呢這2-3年哦，有一個比較新興的景點，這個龍潭嘅散行生態公園，它呢其實就是新興的網美的打卡景點，有非常多的就是地景藝術啊，然後草坪，有很多的網美都會去打卡。就很拍照，對，右下角的圖啊，沒有，右下角的圖。大白哦，我看見相片哈，基本上是凍過，個腳哈是凍衝嘞。哎呦，他來個幾個都衝。你別說修圖了，你的修得更慘。啊，也是。對。好啦，所以看起來哈，兩灘啊，然後平均是凍河所在，突然真的是一個好所在，大家要強下來哦。好，馬上呢就來進行體育館嘅挑戰咯。料理大屌絲。 大家屋卡都有算係自家嘅好美食，兩嘴愛啲限定嘅時間地度，用帶來嘅秘密武器，做出一出最讚到嘅世界料理。到底哪家嘅美食會較上癮呢？一家之主，跳下來大屌絲咯！哦，作為亞裔館呢，各家都拿出自家嘅秘密武器來誒，我倒是很想知道家的蘇紅拿秘密武器。 是他們自己做的嗎？哦，係啦，看起來凍厲害呢。好，來看一下風吹帶來嘅係乜嘅？哦，你啊，其實講起來係我自家嘅阿婆做嘅。咩平價阿婆啦？咩，撇晒種出來啊！哦，你係乜嘅？哦，你係呢
客家人講嘅附件啊，哦，蘿菜布，冇唔錯，文太價可以下好呀。油錢沒買唔多，真嘅，呀，係阿婆用時間天天在空出來嘅呢。100分了哈，要舉牌了嗎？P 完就要舉牌了。太假做 P。哦，東河吼，動橋好，啊，唔過今日要拿一個阿婆嘅一個邊咩附近我做乜嘅料理咧？我做係附件菜脯卵，附近菜脯卵，冇唔錯。嘿，阿婆特別會煮啲做料理嗎？係，冇唔錯。好誒，一個當茶飯，有阿婆嘅心意都亮。係，不過嚴重唔係一強到，因為其實你有附件嘛，遇到係鹹嘅，錯。你看一下諗住今日帶來嘅咩當厲害哦，看起來豐豐嘅雞麻東西。一個係我可能改叫講阿婆做嘅，唔講係切價來炒嘅，一個係五鋪嘅辣條拌醬。哦，阿婆做嘅。一下係捱做嘅。哦，概念。係呀，因為看叫咪切價就做得做嘅啊，係呀。好厲害喲！辣條拌醬，我們有阿婆誒。哦，我吼今日拿很厲害嘅食材做埋料理咧。我做麻鐵子嘅麻婆豆哦，腐。咩單場嘅麻婆豆腐係鐵子嘅哦，特製裡面的。有鋪嘅土地擺。哦，係有阿婆嘅祖傳。好，阿水妹問一下，你兩餐有信心冇？準備好嗎？有。看，我風吹有信心嗎？有。謝謝。現場馬上倒數3、2、1， 1，搶開始。開始咯。今日來試晒，全部都係客家嘅按樣新生代，非常非常厲害，非常傑出。其實我們已經暗算你很久，你有覺得最近節目都一直有來這個主題嗎？對呢。對哈。那我明年再降2000好了。還有嗎？沒了。自己貼。我看看。哇！阿姐，你係做種樸食的嗎？我們應該做工廠食誒。好厲害哦！別做工廠食誒。你係阿婆會叫拗呢？吼。什麼啊？就這個好食啦，就上次他爸會不卡到這個做地嘅東西啦。阿婆會教人做料理嗎？阿婆會，其實老頭擺時嘅，佢會做嘅，人講嘅脆卵啊，嘅煮凍好食，係冇錯。嘅凍針對，細細都耐睇啊？我細細都嘅愛平嘅雞片。愛平嘅雞片，又是佢係正經嘅客家字體，講當然講翻佢啲嘅。冇唔錯。洪林是第1年主持節目嗎？係啊，我係素人啊。有沒有什麼樣感覺？喜歡主持這份工作嗎？其實當貼片嘅感覺啦，就是我不會搞，然後天師檔不會看到嘅節目嘅無窮用嘅。我也是這麼覺得。下一步嘅計劃係嘛咧？聽講明年還會繼續錄啊，嘅節目還會繼續錄。而且接上有一類節目過後，就會有天嘅節目啊。係啊，假使有機會嘅話，各位上下來就會得金鐘獎啊！不是，你就按呢，朝這個目標邁進，好不好？這個學習啦，學習，老太家學習。比賽之前有先問過阿婆用嘛比咩冇？啱啱上唔過啲下可能冇唔到，因為我可能會打電話去填檔。阿婆今日會保佑，會，阿婆對你保佑大家嗬。係，冇唔錯。好，咁你先加油。哦，什麼民族？什麼樣？子夫來就講競爭。去到你順紅嘅是當競爭咧。好高你有180我已經開始蹲啦，不好意思。對，因為配合他，對不對？冇尊重。排死啦，排死啦。阿麻婆豆腐做乜嘅用為拌豆腐啊？拌豆腐因為我知道嘅口感較好，因為係用雞蛋豆腐嘅方法講會綿綿。哦。啊，你一做嘛有燙過？因為時間較講冇按重，我係講上講先稍微燙過，安尼比較容易綿密。啊，要用啥麼？是水田嚟啊？也水過有鹽。哦，有鹽。除了解豆腐，還有準備乜嘅食材啊？我要給有花椒，你不可以。花椒，還有花椒。花椒、蔥薑蒜一定要的，然後要爆香，等下下去啪啪打，最後才會用這個那特製的小魚乾，大豆瓣醬。啊，你兩隻嘅蝦粉用乜顏好啊？唔過杏仁啊，因為從細從客家種睇嘅啦，到老阿婆從下係多數成發種學習，較多杏仁安尼。姐姐係做乜條路啊？第一個中央大學做處理。
唔講係即個咩吧？哦，信上猴。哎，不玩你玩信上信上猴要比低的，是不是？好了，好了。安妮嘞，你走马条路。哎呀，他们头重阳退哈。哦，老師好，老師好。排泄。啊，根本伊用袂落去報名啊。因為這個平常喺頭腦部嘅成法啦，嗰個成法咧過程當中就想講，這個咩話注射啦，個注啊咩有興趣啊。然後也想要轉職，對不對？做嘛主持人。等一下我們直接面試哦，製作人舉好咧。當時看到客家後生年啊，冇注射咧。盲色歌唔啲，都扮嚟上嚟好long眼。預防針先打。對啦，花椒很難炒，你第二你會炒嗎？哎，其實係冇啊，用稍微比較高有一啲嘅麻麻安尼就好嘅。好，那你加油咯。好，等下找過來哦。好，等下多陣來。剛剛推人嘅上到，阿婆已經去田家誒，我說也係幾條本呢。阿春冇幾多吧？就給一公嘅天冇公。那你這個要帶回家，不要用那麼多。等下皮了皮好咧，之後會用剪係嘛？用剪嘅。阿娘，你應該先通過一用係嘛？唔是，因為其實老配嘅韓國菜要嘛，其實基本上一定會上嘅，加拉貨煮個過去其實就做得順嘅。客家話講你行後找到同類了。係啊。風水頭整個唔是同個，所以多咗研究啊。其實風水頭基本上是上嘅未做得啦。因為佢轉做海陸腔哦。對啊。我上次聽人最美啦，要看太假。但係你要炒啊，個加落去。炒過麼？講了，紅蘿蔔唔是，就是加個亂地杯都有嘛。因為電器啊，阿婆嘅美事。一食到下健康啦。係啦。而且佢切都凍油啊。問下紅玲哦，而家下亂嘅地杯都要挑梅嘛？誒，你係忙假人。哦，那紅玲你現在要幹嘛？你要去撲樹啊！你偷料理較簡單啦，還冇按多功夫。真的都是比較多是負責吃的工作。較曉識，係。當有識路啊。其實按用人有冇？你啊亂撈，你啊紅蘿蔔咧有冇？人家從幾條去切嘅。啊紅蘿蔔撈菜脯韓國有葱有嘛？按用人其實就會態體就也差唔多，按用人是做的，因為你迄紅蘿蔔鐵刀有嘛，因為全部下去嘛，cái luật 唔好看啊，就你講嘅紅蘿蔔痛到咧。我看紅玲切，我就知道他平常。你緊緊動好些，就動好些啦，係啦，冇咁粗啦，係啦。動手就要切生魚。術業有專攻啊，對，他切生魚片。生魚片。要不要學姐教你切？來了。好啦，哥哥幫他。啊，哎呦，你看哥哥。哎呦，這個才需要掌聲。好，那這算孔蓋片啊。原來你係台中鋪哦。係啊，我就講個頭髮卡注射，即個做外宿嘅時節會注射。哦，皮來動向咧。動向哦，我攏講要種辣椒哦，不要卡做動向，因為頭髮卡鐵質嘅。哦。咩啊？這鐵質咯？我負責切菜，切出來矮嘛。你可能佢切得比紅玲還好吼。我太快咩？我太快啊！還沒有搶該做該魚香豆腐嘅方法啦。哦，不過你嘅花椒要溜起來嘛？溜起來，因為佢凍薑食到哦。哦，我未凍薑啊，係啊。應該冇啦，冇嘅啦。哦，鹹菜好吼。好，冇問題。喺度加水。加水，所以等一下我會做水嘅哦。冇，叫我雞買樣講。手指用一個。手指。紅玲，你係咩動搖啊？哦。不要當茶飯嘛，當茶飯。我咧要啲標，要啲標。因為講嘢係嘛？講啊嘛，講嘅啦，滿記啊，講啊嘛，講嘅嘛。它的調味嗎？其實調味應該唔是，因為個醬本身就有鹹嘅，炒嘅時間就有鹹嘅，用薑調鹹。有了秘密武器，有了秘密武器，一切都搞掂。都更後堂哦。其實大家可能未吃到幾種麵熟，大排檔嘅鬧熱大擂台動輒看到啦。之前有去唱歌嘅比賽，你是唱歌還是去做效果？做效果係是你吧？對，你下條褲上變落去，變落去個比翕嗰個做手指安尼。一半條褲沒發好些，不會散開來。做得煮較久。嗰條冇試狂交嘅醬面。
那不然一开始想要吃看那讲冻豆腐，唔知做得冇？冻豆腐係啊，没做得，没做得啦。但是 Q 感我看冇重要。哦，冇強樣。啊，你今日有帶翻來嗎？冇睇呢。哦，大嫂。問一下，等一下節目有片種嗎？片種啊，可以嗎？有，該便宜粉係玉米粉，便宜粉，所以等下是差唔多嘞嘛，吼。差不多哎。假使僅僅你要投出又讓吼，我們再來考慮主持的位置，好嗎？不用，這不是你決定的，對，這部分你就不用擔心。你手本機張是出嚟哈。哦，我冇份數，我先講。哦，安樣啲咧哈。哦。我看睇下幾勁腦。哇！這最小火，這最小火。米絲出來，因為啲下。佢鑊度要差唔多要出現嘅，就做唔得開窗台門，一下冇會出火啦。那要蓋蓋子嗎？嗰唔是蓋起來要麼驚佢會熟鐵啊。係啊，太天要麼你一輪要麼機會長啱用鋪來鋪去是，你是做得扁面嘅。鋪來鋪去啊？係鋪來鋪去，你一下是蠻好要麼，古說你扁面世界要麼。可能因為別睇下係他失敗啦，故咗。因為一邊熟一邊沒有熟，會變偏麼？會變偏。啊，等下扁面嘅師姐會繞牆一隻洞裡去洞我扁面嘅女性嗎？他真的很會。扁面其他都是好的。馬該洞會扁面，馬該意思。我很會翻菜。他就是很會扁面啊，所以人家都叫他扁扁五星。啊，那個翻什麼時候？扁扁啊，翻鍋女神。翻鍋女神。啱差唔多咧係啊，高熱下。哦，係慢會同，慢會甜同錯，冇唔錯，前三個冇唔錯。要掉擦擦係嗎？咁要扁要幫人扁。用薄傘咧。薄傘，然後咧？哦，一起做對咯。要幫你數1、2、3嗎？好，好。1、2、3，哎呦！我喊你不應該講死咧。董雄咧？做對啦，應該係做對。董雄該泡像蛋餅皮一樣哎。其實剛剛應該邀請紅玲來扁咧。扁嘛？哎，咁就冇可能，你等下扁喺度啊！你還沒做在扁啊？你有幾款呢？要不要試試看？要不要試試看？冇哦，差唔多做得好咧，好嘞，發財唱發財表。好 ，OK， 好。天朝馬上來倒數，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，馬上出來試試看啦！天關地度，哪一部卡米西卡慘掉咧？耶！好啦。然後呢，等於係講兩組都可以帶着阿婆和個不卡的心意來變出來料理，相對風趣阿婆的料理開始來設計哦，好，睇下試試看呐。佢全部東鄉誒，一朝一樣，一朝條嘅滷菜不東鄉，真係完全冇加其他調味哦。樣咧？樣嘅係冇？樣咧？給他分數嗎？100分。100。哎。嘉靖知道咧？知道了。菜脯論吃到有啲甜唔甜，可能係滷菜脯嘅米絲啦。啊，藝人冇一動到啦，因為佢嘅滷菜脯其實就是白鹹啦，亦都係鹹。因為世界係等於講，哪有阿婆留本嘢東西來變方案嘅，係冇唔錯。剛下吼，風主在講嘅虛接了哈，我們的偉倫哈，迫不及待要發表演講。對，其實這年同好是啦，這年同好是啦，看見個 set 吼，底部咩披嘅同好，你還故意留一塊？就留一塊一個 set 披同好，3個顏色都有，這樣子。啊，30你覺得咧？我吃到雖然話嚟泡泡，不過還蠻 juicy，唔會講人糟，啊油很高，蠻叉翻的。翻咧，冇翻哦，好玩。你係睇下翻哦。好，嘉賓是南區來看下咯。好，鐵子嘅麻婆豆腐。鐵子嘅有熟啦哈。有啦。哦，正經好食咧，跟辣土凍好誒。翻哦，又要翻。喂，如果老唔腐誒，佢佢當用鹽係用嘅花椒先去炒過，古所也唔單止有辣味又香。紅玲，你有咩動搖啊？哦，要當炒飯吧？要炒飯，好像有在標，有在標很好。嘉靖你知道咧？有是辣在面嘛，要凍好。要凍好。不過冇食人可能會知道有。講怕有一些甜辣辣。唔係真正凍炒飯好食。好食。唔可能佢涼茶圈講好食咧吼。
那你们就不要再谦虚了。其實我知道時間做得較久啲嘅，我知道嘅跳舞係唔難入面，較久啲會較好。我覺得因為切細的啊，對不對？假設切挺台的哦，會更難入味。30你覺得呢？我們謙虛一下啊，吃了是吧？真是會蹦翻呐！要蹦翻，係真要結油嘅，硬上蹦翻。咩啊？想講假使食個糖咩然後可能會吃到較重口味啊你啊，唔過就香。哦，緊張的時間我到了，馬上呢先來請齊師傅聽本書。永不安永去。他有感應到阿婆。好。等下看一下哈，哎，那個阿亮哥哈，我們這邊有美女先講，來看應該分數。哇！來阿鳳哥來講。好，2篇都表現到動口啦，哈。啊，第一篇是正常嘛，解釋啊，佢解肉要嘛摸草頭香，稍微張梅頭，佢解將真正跳到動口，是草頭干，應該是一條。摸白刀係嗎？摸白刀啊，擦擦，你是下水落。用水落去嘅，佢係用嘅梅頭，摸炒出來，係講炒出來的梅頭結合在一起是凍好些，是正常當然啦。好，按我本來片咯，佢係菜脯要啊，我食到吼本來想講菜脯應該哦太地咁樣是，啊唔講佢凍到油是有原因的，是講佢煎菜脯攞嚟時啲一條食到菜脯，食到又攞嚟梅頭，哦是正常當原因，是冇？阿亮哥你嘅想法咧？我要先南吹，因為阿婆個滷菜不當好，挺大爽，米絲有出來，但是冇當凸顯，因為人的特色就會黑金嘛。我要先藍色鴉片呢，其實藍色鴉片沒有一些問題，就會高油冇炒到，完全冇高油香。但是因為人家大多半這樣，然後要豆腐整體係有融合誒，所以我現在做蔬菜藍色鴉片。咁係認為美女啦，嗬？唔係，冇專業嘅天賦，專業嘅天賦。好，古時呢體育館地圖哦，等於係一比一平數哦。唔過稍後嘅大家先不用輕鬆一下，因為呢有好料問題下說的。今日呢就先來看一下，阿志亮師傅帶來乜嘅泰菜，我來教泰式咖喱。夾出泰菜。耶！當久冇看到阿亮師傅來做料理嘅，今日帶來菜苗喏乜嘅？先苦後甘蔗。先苦後甘蔗。他們有合在一起嗎？有。不過大白雞內嘅書之後，聽錯不就海產啊，哈，對不對？個蟹在哪裡？裡面準備啊，苦瓜、紫蘇梅、枸杞、麵粉、蔥誒、薑末、蟹、豬骨都有。這是什麼蟹？麵包蟹。哦，它用肉啊，哈。它是屬於肉蟹的一種品種嘅名啊，就很多麵包蟹。麵包蟹。你係公嘅係媽？麵包蟹。公嘅嘛，公嘅啦，滿記啊，公嘅嘛，公嘅嘛。也可是先切苦瓜。切東西吼，聽說喺唔該紅綾來切好，對不對？紅綾是切生魚片好嗎？問一下吼，個地背圖嘅拍攝嘅弄做乜嘅會哪睇紅綾？因為該可能阿婆會種，會種苦瓜。哦，就已經答錯咧。果然，老師要來接棒主持誒。對。因為個地背圖嘅腐啊，哈。較腐。那想問一下師傅，嘅苦瓜用白伊去土雞會吃到它醬啊，會品種較好。一般顆粒較太較爆水，較爆水看起來食起來會較有口感。蒜頭面條落去嘛，吼。加迄標下伊迄薑末。哦，唔係蒜頭哦。薑末。苦瓜先炒邊條來。不過吼，苦瓜用袂炒不緊條啊，如唔會爛爛啊。一定要用油去煸，做唔得先用水去燙。用水去燙以後就較不軟。就會軟睇安樣。用油去煸過就會堅堅。哦。問得不錯吧？剛才你問什麼？有炒頭誒，一苦瓜有半透明誒，有嘛？哦。嗰個薑末嘅香味全部就出來，一些些頭油就會。係味道爽些係嘛？哇！但係撈到頭油香做假落去會苦唔係？你炒香就做啊，一係炒一下嘅香味油誒，我就唔會變在幾種誒。都冇少誒。就唔會再用自由頭油。我會加水分。像一係變紫蘇梅。哦。一紫蘇梅落去會變老苦瓜。
融合起来会变干干。一开始有变一些特有的炒去增加嘅小米。啊，你啊紫苏妹妹和你阿婆做变吗？水。唔系哦，你输咧。我自家做嘅。哦。哇，紫苏梅家做的哦。系啊，而家流行自家做梅啊。对啊，自己的紫苏梅自己。所以讲自家做就加10分。冇係咩自家種嘅係嘛？跟奶香嘅自家副瓜自家種嘅咩？副瓜自家托嘅。哦，自家托嘅。呀，对，全部一条龙啊，陪你卖东西的生嘛呢？哎呀，全部是纯锵锵的。我最期待红林切东西了。哦，就辜负你的期待。起司球啦哈，但起司没有自家做，起司冇啦，唔講起司係買嘅啦。我老都以為自家學嘅哦。晚上本人穿啊，而家切葱花啊，一定要滾一下。切葱花要不要請紅林切？紅林，愛嗎？咩葱花葱絲啊？哦，葱絲海南啊。那現場改成葱絲。你是有看到人哋凍我鋪落去嘅？因為咱哋鋪開了以後再去切。哦，先將個凍哦鋪過去，再過來切。這很厲害耶！哎呦，而家都可以開始炸。哦，還有粉哦。哦，要買粉。也面粉，哦，做嘛該有粉粉？粉粉以後給它甜蜜，看沒成。你毛起來問了是不是？對，你看得出我的積極度。沒有用。過樣油沒看唔會散。哇！哦，一香哦，啊你炸到啲香味就出來。係啊係啊，哎呀破幾久嘅啊？變色就好了哈。係變色，6到7分鐘都拉。唔係。啊，那就變落來。哦。洗一下這樣子哎。也唔是在勾芡，你就來收汁就會，因為佢本身有溫粉咧。好。哇，今天的盤子也很厲害哦。哇，凍從個懷石料理咧。哦，裝點用。我先去幫忙端。哦，馬上想來做主持，最後一道關卡。唔怕，用。啊，你阿咁啲係整個水啊，整酒啊？係整過一些酒。哦。哇，凍醬。差唔多嘅，好，來本睇下看一下。給你帶來嘅先苦後甘蔗，阿牛就好食咯。耶！好啦，大家剛才個係已經太看眼嘅，一個麵包屑哈，好老一個先苦後甘，睇起來好吃看啊。然後先來是自家滷嘅一個紫蘇梅。它就到安當嘅時間地不多哦，這個蝦子它走得入味哦，哪裡有蝦子啊？蝦子在哪裡啊？螃蟹啊！那麵都很針的喎。皮皮酸甜。哇，是海產王子誒！你見農針的米頭。一般應該食個白玉苦瓜，加海豆腐。不過了，因為就不用到個紫蘇梅啊，所以酸甜，唔會食到幾經濟來腐，真的有轉感嘛。好吃好吃。天生嘢就感受，有等於唔係食苦瓜。係啊。我來問一下外景主持人，看看。外景主持人來咧。紅林。係。形容一下。你又真嘅係攞杯冇食過，基本係是紫蘇梅，然後咧冇係係咩東西食，哦，凍貼貼的。嘉琪，你知道咧？哦，我知道咧，冇係一起啦，好食啊！苦瓜雖然佢苦，不過係甜，食起來係甜嘅，係冇唔錯。啊，你啊紫蘇梅咩係甜甜，你啊隔薑啊，阿蠻多的。真的。係，冇甜鹹咪冇甜酸吼，山林去到咧。你啊，睇下顯示嘅紫蘇梅，當時苦瓜啊，不然是在世界會想講，哎呀，會貼苦冇？唔會呢，跟苦瓜沒苦瓜有客家，跟苦瓜真的不會很苦，就很好吃。對啊，你真的很扣家哎，扣家真的很扣家。苦瓜啊，然後還有那個花椒，有冇？苦瓜，瓜跟花椒。回輪呢？你好棒哦！講嘅全部都半講起嚟。哦，半個講起嚟。係啊，我係咪嗰個苦瓜。唔係豆腐，如果可能要嘅茶配你喺隔住也係冇係，唔係下哦，主持不一啊，冇啦，已經凍好啦。問一下阿鳳嗰個好咧，佢本身未凍過做海產嘅料理嘛，到佢評價一下。顛覆傳統嘅好滋味。哇！
还有买配味啊，这意思讲越走传统啊，越走创意啦，所以都很厉害。传统的唔要夹对数字抄的，都厉害。好啦，总共已经呢，拄好呀哈吼。等下6样的时间是秋天啦，秋天是摸海是青堆时哦。不过太恰都不卡做连款用来做，刚下头前体育馆一毕业，各位客家好商业表演的素养，马上来进行最背面馆挑战。八边料理王，两嘴爱伫寒天的时间底度，用指天的食材变化出无穷样的料理。亚冠唔但将爱比面食，没有比创意哦。都带爱嘴真系正经嘅八边料理王，一家之主，你谁来上菜了？耶！好了，一个八边料理王呢，都带地图空的嘛东西。好，等下看到的东西哦，两组是会做变化哦。好，打开来看。御饭团。那你的早餐模式啦哈？很应该系吗？你对啊。好啊，也唔过也跟御饭团，太下作用边呢。人家还是先想一下，譬如讲吼，不用下球吼，就可以变醋饭。不一样。冇形容嘅冇。师傅咧讲一下好咧。你咪做得煮糜啊，直播靠煮糜啊，加條水啊，海苔先拿出來。啊，糜煮開嘅時間要啊，海苔做啲剪刀，不用等擺。海苔做。海苔做。不過挨老大家講吼，該龍沙師傅吼講嘅眼道嘅想法吼，同講今年兩組帶來嘅料理還好冇強容哦。真的。真的。好，我就馬上出來看啊，進行比賽。都帶也給大擺，睇下是這位啊三角形的御飯團，做特別馬料理，風吹帶來的菜苗都嘛該。鄉村論爆飯。哦，那你鄉村呢？落去吼炒飯一定稱讚的，有信心嗎？有吼，咱嘅想法有啲強容，不過談看下咱最後帶來很好厲害，菜苗係嘛該？鮭魚起司球。等下，剛剛是講鮭魚嗎？對。然後起司球。有信心嗎？有。比賽倒數3、2、1，將開始。開始。我冇想到其他都會想出用御飯團。御飯團如果真的拆解變炒飯，不就不是御飯團嗎？沒有它的特色，某個特色。看起來人用嚟變了。人用嚟做咯，好，來看一下。我最期待紅菱切東西了。辜負你的期待。可是家具貼得那麼好。因為講過冇時間啊，不錯我想講當工程師是不是太可惜了？不會啊，第二就人工的掐工搶眼就學到位。斜槓青年，今日亂爆飯加工跟乜嘅係車中的啊？哦，你係鄉村係你自家做的，咩係自家種的，我同學對憑證上大公要去嘅評佢有一得演嘅，啊，你就去做，冇你鄉村較麻煩，就係佢脫下落嘅時間，一隻手工去攞佢剝下來，動麻煩，乾衝你一乾起碼200塊好啦，出冇錢啊，因為唔剝就會一兩動手啊，你哥哥在講話，是讓你做事情的時候。等下一個 step 給我。你看鄉村部分啊，就老太家手機都2片嘿。其實你是3年內做沒做得可能得你好像不大需要來。我老大家講吼，因為就會有愛啲存在，當有看到嘅對比轉壓突都那會。這就跟我們主持搭檔是一樣。錯。人設。所以我不能少掉。因為愛係超來啊。人設。意思就是說你也不能少掉我。風有講的嗎？等一下嘅卵爆盤哈，是我們大家想象的那種日式蛋包飯嗎？希望啦，就係講，做按用嘢呈現啦。因為嗰地北獨嘅盤，他們先炒過，用tomato嘅醬先炒過，係嗎？你卵爆盤是用鄉村按用嘢去炒，當然啊，拿較快嘅，嘿，你有見蛋餅皮係嗎？卵餅係啊？唔係。蛋包飯沒有卵嘅。卵片已經準備好咧。好嘅啦。所以你一下嘅卵去做乜嘅用嘅？炒飯用嘅。炒飯用。好，先幫你皮料一下，等下炸過來。好，什麼？你係乜嘅？我嗰種起司球，我攞佢包起來，不過佢扁唔好塑形，故所我先稍微隔水加熱，讓它有小凸，安尼較好塑形，安尼，係安尼上嘅啦。基本你做嘅料頭吼。
起司球啦吼，该起司没有一起甲做哦。起司无啦，唔讲起司乃买的啦。我老都以为是个休的哦。後山嘅有看到。啊，根本你就买个食材，根本你啦有起司咪一天愛啊，也係嘅鹹蛋黃係亂，因為吼係講也唔啱呢個像那個溫到嘅一隻球之後先溫起來，溫嚟以後嗰個也將鹹落去安尼。哦，鹹落去鹹係。不過吼，御飯團還有種蟲肉嘅靈魂就係叫海苔皮啊。等一下我用到哪一道？靈魂已經軟掉了。軟掉了。能夠做一班嘅青香波波，攞佢撒在上面。唔過我看見圓圓，等下看用嘅不用好。圓圓還有。懂生意哦，懂得出貨啦嘛。2300萬的觀眾了。動幾個？哦，燒的，就波拉的，就波拉的。能夠做一班嘅青香波波，攞佢撒在上面。唔過我看見圓圓，等下看用嘅不用好。圓圓還有那個解救的圓圓的防範，可以變起來。乾煎，乾煎都不用油啊。是不是？這時候該用師傅幫我了。不要亂哦。也他冇師傅幫幫用功了哈。故意照貼就好了呀。它就會變脆脆的。那我們先過去。好，先會準備好哦。我跟你們說，海苔交給學姐一下。請進。走的。我覺得交給紅玲卡好哦。紅玲來。因為躺多係啊。紅玲，你有新的工作了。來，香港。這個你來顧一下。要拿給推推啊。推東剛，等一下哥哥這個哈，還可以，你知道嗎？鋪上去。啊，不能煎到爛掉了，你已經拔到爛掉了。你這個很像紙屑。不能就很容易呢。確定，今年三角形咧咩？會找係嘛？哎，你負責顧這個。會找到就會切。會嗎？你要走的不你鼓哈。走的可以。確定。要懂生意哦，懂得出貨啦嘛。2300萬的觀眾了。你要動幾個？哦，燒的，就波拉的。這個出貨誰會多？一款又脆脆又好，躺在上子地咧哈。啊，家姐應該係做嘅係嘛嘅？該飯呐，叫喎。飯。留幾多分叫三來啲。先留嘅飯炒加炒啊。先不用電哦。哦。要嘅做得做嘅家姐啊，然後唔配啱嘅。但係啊，亂我打落去班飯要做得啷嘅？打落去。冇呢？啊，出嚟該亂嚟做乜㗎？亂呀，該打啲啲嘛。唔是。有多千可不可以分炒開嘅？其實跟亂長喺下去。你要做亂皮嘅啦。亂皮那個不夠多吧？那個唔拉吧？拉，要變到拉。那會變薄皮耶。我見到都嘅亂啊，變落去落嘅飯爆香下。黃金蛋炒飯。蛋炒飯。因為見區嘅阿婆嘅梅事。哦。這樣嘅阿婆誒。OK，我們家計穩穩的。加油，走的。哎，又來了哦。又來。哎呦，忙開始。哎呦，忙煎啊。這個怎麼了？你要用辦？我煎啊，唔過嗱，同佢講一下，而家師傅講埋，因為我結天咧，嗱唔可以搬件啊，炒落去碟一包。哦。哇。好啊，唔講一下青菜啦。決定。哦，30連下做埋個手工藝。把我們飯鋪平，下一步來把這些包進去。也可以同時問一些水，或者問一些油，看乜嘢，看個跑。好 ，OK 哈，好了，好，蠻好的，很棒，蠻好的。對，這樣子就可以這樣就好了。然後你在家練習的一樣嗎？對啊。其他角度抓起來，轉一轉。抓起來轉，對。好，拉緊。比輪。這樣就出來了，有沒有？不過該下講起司咪有爆到地杯度。誒冇，那個起司點都冇杯。我好像加熱，可以看起來冇時間。我加熱哦。你應該要準備噴槍至少的。啊，對，有沒有槍？冇。我想講等下嘅把這個菜就做得點下去，有那個熱氣。脆嘅咪可能咪做得啦。係啊。我們先過去。好，兩位款好，兩位去佛拉咯。好。我剛剛換過來。你煎的嗎？冇啦。對啊，他煎的。總後呀。看他用燉那是粉。好香哦。應該tomato怎麼改？用落去啊。裝飾tomato等他看他這個他可以幫忙吧？做得啦，冇問題。擺盤應該擺到凍醬哦。嘿。那我問一下，你 tomato 係馬莎切嘅？我切的。哦，厲害。很多的。還算是有大小對稱啊。就是老二，傾下鼓手了，傾下汁。變到哪邊？變到
看呢啲味道。所以等下嘅卵皮要蓋上去是做啲咧。冇唔錯，半水冇噶。啊，等下卵會剪半個開發嗎？剪花有加分。你會剪嗎？不會。哦，不會，那就不用了啦，這樣就夠了。先不要。哦，來咯，各位觀眾，好，這個應該讓紅玲做的。快點，不要害我，不要害我。不要死到機。哎，有好，那我們先過去了。好，他們就手忙腳亂。那也太大了吧？哎，那個。你們到現在包4顆而已啊！等一下，一人半顆好不好？好，一半顆就好了，我們4顆就好，這樣就好了。乖哈，4顆就好。棒。哎，因為而家奶膠係先攞一個哦。好，按鈕會發力，先來倒數。好，各位，整呀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，馬上就來試試看下最尾一關，用下御飯團做出來嘅百變料理，來煮卡針掉咧。耶！好，你個御飯團大家都按用三角形來色，做變出來呢，利用煮都加它的算是秘密武器進去哦。現在是一下風吹嘅，好。哇，我那個香椿醬好香哦。係哦，貴頭真係該用這個香椿是好吃的。香椿就是我的秘密武器。真的，二老娘朋友幹家呢，哈。好食，好食。你覺得怎麼樣？香椿好吃啦。比本上嘅個鮪魚飯團還要好食。這加分的，對不對？加分，真的。好食嘅師傅啊有搞鹽嘅，嘅海苔會配過。配過，而且是你配的。你配的。恰。對。好食。啲海苔有冇配過以後行下好食啊？老嘅토마토有冇就會按用夾起落有冇，知道會清爽啦。好，我問一下咱水吼，305幾度咧？幾多做解？還是有跟香椿很香，是在一個嗰種香椿的那個味道，有老海苔也再拿出來，他們有夾胸蝦呢，是好朋友，變好朋友，係啊。好朋友。啊，會論咧。知道。呀，這出來做無像御飯團嘅感覺，就像炒飯。哦，佢本來做炒飯係嘛？做油槍啦，攞油槍好食。其實經原本嘅想法上來做嘅卵爆盤啊。誒，唔過可能嘅卵可能唔辣太，所以冇爆起來。係。唔過吼，煮到嘅地北毒嘅香椿醬真的厲害呢。好，大家來看一下咱水嘅。你睇，我同埋個起司球啊。放鮭魚起司球。呀。佢做好之後，佢會煎過啦，所以下香哦。好食，你假講，正經好食啊！因為我煮到幾條就把鴨多嘅豬骨，就係那個鮭魚版的，所以佢地北毒吼，雖然就含卵嘅梅是香梅啊，不過吼鮭魚還是它的主味，我搶本去搶走。懂香誒，我覺得有種另類的像月餅的感覺。有一啲都有爆嘅含卵冇。紅玲，咩香比個鮪魚飯還好食。嘉記你覺得咧？我看到魚都嘅潮咧。出現幻影了，吃完出現幻影了。沒有浮誇啦，真的看到魚在游泳了。我們都看到魚在游咯。有嗎？那你看到什麼？我什麼都沒看到。305先來講好了。呀，跟俺做嘅時間有點創意，太創意了，有冇？嗰時候成績感面都嘅手忙腳亂。我後台底部嘅米絲有角度啦，係啊，因為俺嘅飯條有把它先稍微拍碎，那麼按太粒睇底部，係啊，嗰時候可能有團嘅火鴨唇咧亂忙。角度啦，呀，意思就講有融合得很好啦。有啦。飲酒嘅時間馬上就會到了，馬上先來搶你嘅起司部搶本分數。好，等一下，我們幹嘛？我們的。紅玲不要笑那麼明顯。好，大家來看一下哈，你個下兩個搶本分數。要係得到評分呢。阿峰哥先來講。因為上兩片啊，佢個香椿醬做到炒到嘟嘟好，又個香椿醬嘅味道出來啊，然後個御飯團發揮到淋漓盡致啦，吼！啊，兩片是差一點嘅，你兩個前面按落嘛個起司球嘛，啊，個起司油啊，別下排片底，是到人會下有個起司梅，因為是講應該含卵油啊。
你比方说平了一时地，因为在喊浪该平一低的时候，蹦起梅头又出来的时候，按起始位时又喊浪啊，按是按照起始球嘛。哦，是正错的个。改名一下变做喊浪球。没错，嘿，冇错，画龙点睛来。阿亮哥嘞？风色鸦片呢，去你乡村这样动向，但是冇做到乡村这样的油。 讲唔出个炒饭的油，炒饭一定要冰一丝丝的米酒。真嘅哦。冰落去炒，佢就唔会像一下炒嘅像糯饭样的黏黏，因为粒粒分明。南水我要选南水，因为加创意添的。啊，就想法有多，但系功冇多。像麻辣油。哦。就这个喷枪炙烧一下。 整个分数就会红起来。今日比赛成绩已经出来，马上就来颁奖喽！耶！今日呢又系两个都系大头名，先来恭喜风水得到1000元嘅加菜金。恭喜！大家都恭喜咱所有美做得得到大头名吼，2500克嘅加菜金。耶！欢迎来当饭。先来谈一下家计，我必须说一下。 西沙地度，做家计真嘅系请我煮菜嘅，我给煮噶。你是去总干事哎。接下来帮你老太太讲一下你的真有条件。真有。没有得奖心得哦，感想一下。希望两位主持人还有现场嘅工作人员，今日同欢喜来参加一家之主嘅节目啊，真件係同欢喜啦，希望係。你都用心准备哦，看老婆嘅宝贝咩拿来朋友咩拿来天数，佢要买啱好嘅토마토吼。好，红玲老太家讲一下，你要参加心得。哦，我哋要心得老，我春爱健康康啦，出去好教就好咧。啊，我晓食，啊唔晓煮，但我就知道根本要用东欢喜老太家寿司，什么师傅，什么主持人，然后我们的好队友。总算看到记得，因为我看给他节目，看到暗黑上真的。 我以为你刚才会讲说，希望有机会可以主持这个节目，没有讲，那就薛梦英，记得讲到伟伦好。好了，我是先本山林来讲好嘞。先讲，于是优先，俺所有个节目是他嘿，我感谢各位工作人员，还有主持人，还有师傅在旁边很出抢救。不过也节目动起咪又动好搞，韩国每本。 可能我煮菜喺入邊都唔會煮菜，因為是動調啊，可能我切菜時你要見狀，嘅菜袋冇，切到苦，我嗰件狀唔估改好教啊，係啊，咁個表現咪當好啊。 感謝耶！請真係，要直接推掉。梗係我歡一下嗬，冇使用悖論啊，正經想嚟做主持嘛嗬。冇啦，開玩笑。有一片主持人都懂神氣，懂好教啦。咩改見狀？唔好意思，換我出翻嚟哦。講乜嘅係呢？嗰尾做嘅老師傅學到講，我用嚟改進嘅料理，個專業部卡做嘅主本太假嘅涉案。那你怎麼站我那麼遠？因為我怕你打我。我看到兩組，我出嚟當後生嘅客家人吼，所以帶來當傳統嘅當經典嘅客家料理，真經唔簡單，本次家仲上鼓勵。係啊，因為在你節目當中，他喊得有按用四個都嘅後生人來比賽，古時候師傅家咩有講到嘅，雖然呢有當到個階地方，也真係好嘅，因為呢人家就來一道邊學習。 能擺得到人就做爸爸、做阿公阿婆嘅時候，哎呦，記住料理真係色彩當佔到嘅嗬。係啊，佢時勢吼唔單強吼，當會煮菜，咪當會講客，還要當要客家嘅精神咯。所以真根本係壓力動態，所以大家歡迎大家強下來挑戰8強，大家都報名哦。我們超一家之主就會等等睇下強下主推，強下來一道邊報名參加，到9月，下禮拜再見，拜拜。